后来过来是国军，最近这几年来，时不时就有人无想要活路自我来了结，无非是伫咧关这个军中有冤情。家属今仔日到立法院来陈情，希望政府会当重新来设立军冤委员会，替死者查明真相。我每次拿出来一次，我就痛一次，这个是叫自杀吗？ 成功领替代役陈俊明离开2年4月，伫咧军中过往，妈妈想要找出真相。搁有今年4月陆军一个中尉排长伫咧营区自杀，家属指控伊伫咧在生前捡灵芝。 要让这些孩子生命不会白白的牺牲。铺天盖地的这些报道的时候，或许我还有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，有其他的时间。可是当你在军中这样一个高压的环境，你是想要逃，想要有一个呼吸的空间，可能都没有。 来看2013年洪中区事件爆出来了后，行政院特别成立军事冤案的申诉委员会，不过才运作1年，就惊要去律师。家属来到立法院，呼吁政府定设军冤委员会，嘛提出军中人权保障甲军冤救济条例草案。重设军冤委员会，外力的一些协助让我们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军队的管理更完善。 国防部面对记者会无做进一步回应，不过表示拢会依法处理。